OK， 2012年 practice paper 第41條題目就話，如果 straight line x 減 y 等於0，同埋 circle x square 加 y square 加 6x 加 ky 減 k 等於0 ，do not intersect with each other，find the range of values of k。咁首先咧，我哋就要知道，因為個圓形同埋直線 do not intersect，咁所以咧 discriminant 就細過0嘅。然後我哋就代唔同嘅 k 嘅數字入去呢條式入邊，咁就睇下究竟邊一個 case 入邊直線同埋圓形係冇 intersection，即係撳機會出 error。咁 A 嘅話我哋就代3同埋17，B 我哋就塞-17同埋-3，C 我哋就塞1同埋19，D 我哋就塞-19、-1。咁最後你就會發現，如果我哋塞-17同埋-3嘅話，就會冇 solution。咁所以咧答案就係 B 啦。咁如果用原始嘅做法咧，我哋就代 y 等於 x， 咁因為 x 減 y 等於0，咁所以咧 x 等於 y， 咁然後 x square 加 x square 加 6x 加 kx 減 k 等於0。咁因為冇 intersection 啦，所以 delta 細過0 ，b square 即係6加 k square 再減4乘2乘負 k 細過0，咁就36加 12k 再加 k square 再加 8k 細過0，然後啦 k square 加 20k 再加36細過0。咁撳機之後我哋就會計到-18同埋-2，咁因為要細過0啦，咁所以咧 k 嘅 range 就夾喺度，所以答案就係 k 夾喺-18同埋-2中間，答案就係 B 啊。